杨迪克，金凯乐噻，你们两个小家伙今天下午有什么事情啦？没什么事情嘛，哎，陪黄叔去看个展呀。哎，你们不是老是要去看这个展那个展，上海还跑到上海了什么的啊？黄叔也看展了，真的，哎，要跟黄叔去玩玩的。哎，来呀，你别笑呢，别笑，你爸爸知道的，你别笑，你不要说出来。里面那个展那么的不得了，那么的不得了呀！啊，哎，这个款，走了，去了就知道了，好玩的。黄叔帮你们买东西。那杨迪克金凯乐噻，那就是这个呢，哎，三湘路这个展销会呢，哎，就在这个体育馆这边呢。你们小时候肯定来过的哇，是吧？哎，这个苏州人都知道，老苏州人都来过的呀。哎，这个你别走了，杨帅哥，你听黄叔讲的，你小时候逛过的呀，是吧？你别看这个不起眼，但是里面东西都好的呀，还能讨价还价了。你那种怎样的讨价还价的了？今天给你们看看，哎，金凯乐噻，黄叔这个砍价价观那不得了了，哎，你们好好学一学，你们以后用得到的，真的。哦呦，今天这个人多来呀！你看金凯乐噻，你看阿是奶妈啊，阿是奶妈啊，你看这什么东西都吃的，这个衣服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了，哎，你看到哎。那边买东西呢，哎，还是这个送大米、送油了、送鸡蛋，黄叔叔带你们去抢了。哎，杨迪克，这个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那个柿子嘛，说着你的柿子，普通话我叔叔不知道怎么说了啊，柿子啊，可以试吃的是吧？来吃吃看的，可以试吃的，没事的，不要难为情呀，这本来就让你吃的呀，哪里不嘛都可以吃的呀。我跟你们讲，跟黄叔这个逛一圈，你们中饭都不要吃，试吃一圈全部吃饱了。那杨帅哥，哎，给你买2个皮带呢。哎，这好的呀，这个东西，哎，黄叔叔身上这个皮带都是这2年展销会上买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几十块钱好了，便宜的不得了，但质量是好的了不得了。哎，想到坏不了了，真的，你看呢？那你看黄叔给你砍价了。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皮带来看一下了，正宗牛皮带了吧。啊，男人帅不帅就要看皮带，皮带质量好传给下一代，皮带选的对，男人味翻倍，帅气自然来啊！来看一看，这个皮带质量非常的好，随便拉随便扯都不会断，剪刀剪不断，子弹都打不进的啊！哎，师傅啊，你这个皮带怎么卖法呢？大叔一看你就很有眼光的，正宗头层牛皮做了，120块钱一条，可以拉看，扯看质量的啊！老师傅都知道我这个皮带穿10年是没有问题的，来试试看，120，你等一下，师傅，哎，杨帅哥，杨迪看你过来看看呢。你觉得这条皮带它值这个120了啊？不值！哎，老板，师傅，小伙子都说不值120，你开得出这个口的？50块，50块。哎呦，老板，我看来收尊人，收尊人，大哥收尊人分比收尊人啊了。哎，我进口了不止50块了，80块钱，好了，便宜已经很便宜了，真的，你试试看这个质量的，神奇的不得了的，呛死勇啊！这个80块钱真的不能少了，最便宜了，40块。老板真的80最低了，不能再便宜了。好了，旁边这个帅小伙呢，你来看看呢，这个质量真的很好的，你摸摸看呢。1块，80的老板没有你这么砍价的。10块，不行，走了。行，10块就10块，3条啊，这个都给你啊。来，再送你个钥匙扣啊，多给我介绍点生意啊，老板。啊，这个嘛就对了呀，老板啊，恭喜发财，生意兴隆啊。哎，杨帅哥，那这个2条皮带送给你了哎，金凯乐不要急，你也有的，那边有不少这个首饰店的。黄叔叔也去砍价，帮你弄条项链啊！哎，金公主，哎，我看中哪条项链？看看呢，我看中这条。老板，这条项链呢？多少钱？哎呦，这个小姑娘眼睛凶嘞，这个项链的做工是好的嘞，不得了的，戴上去特别贵气的，很符合你气质的小美女啊。那这个原价2500啊，好了，看你这么漂亮，2000块钱拿得去啊，好了。这样老板，我们诚心要点，就这样一口价好了，100块。